看见台湾的国宝老师傅来看南投的赛德克族，有一个83岁编辑的老师，看因这个织布的技术就伫要失传了。虽然已经有会了，也是坚持开班教课，要把传统的技术传承落去。双手撑落去，用一条盘带前前后后来回一直咧织布。线走去啊，扣连去啊，要赶紧用手甲拍拍咧，该扣好整齐，才会当织出完整的图形。我的命，所以我很高兴。伊是赛德克族的织布老师，张吴爱妹8岁开始学织布，一直到甲伊83岁啊，也是真爱。伊即马咧操作的这台是有200多年历史的传统的织布机。很重的这个。织布机的主体是一底30-40公斤的大叉裤，用久啊，表面拢变甲真光滚，织出来每一种花纹有无同的意义。这个是要备孩子的，怀孕的时候开肚子的。伊讲主人的目睭是上歹织出的图形。赛德克族的女性一定爱晓织布，也佮有传说，学晓织布需要才会当通过彩虹桥。我自己发明的。传统的盘带有各种的花纹，填这个调性了后，就充满欢乐的节庆气氛。很好用，跳舞的时候、表演的时候，还有高兴的时候要带这个。来看伫现场表演，一种演奏赛德克族传统乐器口风琴。为着要传承族人传统的织布技术，伊成立教会工作室，要让赛德克族几啊百年的文化历史，会当一直流传落去。哈阿内姆跟大林，哈阿内姆跟大林，马嘿。